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这样啊，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16阿罗汉立功文啊。这个16阿罗汉立功文呢，我应该是第一次给大家传讲。那么以前在藏传佛教当中呢，这个祈祷文也可以说是一个祈祷文，也是一种赞颂文，也是一种这个顶礼文啊。那么应该说是非常的这个著名的这么一个这个祈祷文。在不管是任何教派啊，大家都非常重视。所以呢，这次这个传讲的这个缘起呢，包括我翻译的这个缘起呢，去年在学院的时候呢，也是有好几个道友就跟我说，就是要翻译一下啊。其实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我也有这个想法，就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看到这个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很多历史呢，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呢，这个当释迦牟尼佛实现这个涅槃以后呢，然后他要求把自己的教法呢，就是交给这些16大阿罗汉，然后他们呢，就是不要这个入于这个寂灭定，然后就是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当中，让他们就是安住。就一直到他的教法这个5000年一末之后呢，就是才允许就入于这个涅槃。就是当时各个大罗汉的话呢，在这个佛陀面前也已经这个程序，就是也已经答应，就是这样的原因呢，就是所以这个我们这个16阿罗汉的这个祈祷文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我想呢，我们这次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这个因缘吧，就是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前一段时间我在北京的时候呢，也是从那个印度金刚座那边带来的，也是这个16阿罗汉的这个祈祷文，就是他们能不能让我再次这个传讲。然后来到了云南的时候呢，也是得到了故宫博物院里面的这个乾隆皇帝的这个遗体就是也是一个非常这个珍贵的一些资料，就是然后那么通过各种这个因缘的话呢，我也向大家共同这个祈祷就是世界上的各个教派的这些高僧大德呢，就是愿他们长久住世，常转法轮。然后这个依靠这个祈祷，就是16尊阿罗汉呢，让我们这个佛教呢。在这个世界各个地方呢，就是遍地开花结果，不断的这个兴盛发展，就是有这么一个发愿。所以我们要发愿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阿罗汉的功德和每一个圣者的这些发心发愿，就是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呢，就是恐怕这个发愿也是不一定让这个很好的圆满。我看到汉地很多的这个寺院里面呢，都有这个18阿罗汉或者16阿罗汉，但是有一些呢，说实在就是有一些这个好像对他们的这个祈祷和对他们的定力呢，是带有一种这个不是特别明智的这个行为。包括我们在藏地的话呢，就是各个寺院里面都有这个16阿罗汉的这个壁画，所以我们这次呢，也是作为一个佛教徒呢，应该就是了解就是这个佛的这个最顺者的非常重要的6大弟子的这种这个事迹。同时非佛教徒的话呢，也应该了解就是我们这个佛教里面所讲到的这些呢，并不是带有一种这个迷信的这个色彩，应该说也并不是一种这个传说的这个神话故事，完全都是有一种非常这个真实的确凿的这种历史依据。现在我们城市里面的有个别人呢，说实在就是自己心里特别这个情绪就是非常的这个浮躁然后只要他自己不能理解的呢，全部判为是就是这是一种这个传说就这是一种迷信包括极个别佛教徒的话，他们也是好像自己呢，就是对整个这个佛教的一些真正的这个案例
就是然后有一些这个历史呢，就是并没有就是兴趣去细致的研究，这样以后呢，只要就是自己心里稍微有点不吻合或者是不适应的东西呢，就是全部就是偏为一种就是一种这个相当于是一种这个虚构的虚拟的故事啊，就这种说法是相当这个不合理的。所以呢，我本人呢就是也是像那个跟大家就不管是在现场的我们道友们也好，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包括网络上的这些人的话呢，对佛教的这个了解啊非常的这个重要。就现在很多人呢，正因为是对佛教的真理不了解的原因呢，自己就是与真理呢，就是可以说是越来越就是遥远，就是到最终的话呢，自己是在真正就是入于一种这个迷信的这个企图就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也是大家就是这个听法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么一个意乐吧。就我们刚才就是也发了无上的菩提心，同时呢，我们也就是通过我们这次共同学习的这样的短短的一个就是这种这个实践当中吧，就是对16阿罗汉的这个有个就是重新的理解，然后有了这样理解以后的话，在以后的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以后的生活当中的话呢，也知道就是他们这些呢，就是并不是好像一般的一个画家呢，就是他是画画而已，就是其实这个画画的这个就是这种画面的背后呢，有过特别的这种悠久的这个历史，而且这个悠久的历史跟我们这个现实的生活也好，或者说是当时的这个佛教的这种真正的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注释呢，有个密切的这个关系这些关系不懂的话呢，就像我们表面上呢，我们可能只会这个吃药，但是吃这个药物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它的配方它的这个来源这些的不明确的话呢，我们也没有资格就是判断就是这是好或者是不好。所以现在呢，我们这次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大家就是可能对这个10几个颂词呢，可能有21个颂词吧，就是这21个颂词从字面上念的话呢，很简单的，但是呢，就如果我们内容展开说的话呢，恐怕也比较多的。不管怎么样，凭我自己的一些这个理解呢，就是跟大家就是共同就是这个也这个参考一下这个就其他的一些这个一些就一些资料就是都是就非常合理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题目的话呢，就是16阿罗汉立功文，就是那么16阿罗汉呢，就总共有这个释迦牟尼佛教法注释的这个他们承诺者呢有16尊者。当然这个前面有释迦牟尼佛，还有后面呢有这个四大天王还有这个达摩达居士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不了这个16阿罗汉，就是应该是就是比较多了，就是那么。主要是有16个阿罗汉，然后阿罗汉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平时是这个南传佛教里面经常所讲到的，也就是说小乘里面讲到的这个叫这个声闻缘觉里面就是声闻就是声闻。他所谓的这个罗汉呢，就叫这个出有慧，就是我们汉文当中叫这个出有慧的意思。罗汉呢，就是指的是梵语，如果是藏语的话呢，就是 Drabjumba， 也就是说呢，他摧毁了就是所有的这个烦恼怨敌。从那个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佛经里面讲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罗汉呢，有这个杀罪和还有这个因功，还有呢就是有无生，就是他们已经证悟了无生的这个境界。然后呢就是他们就是已经这个远离了就是所谓的这些烦恼的这个这样，就是那么世间的所有的众生的话呢，就是向他们供养也是可以的，就是有这么一个神圣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就是以前就是特别著名的这个班智达就是夏迦谢热，就是他这个所造的。然后他所造了以后呢，每一个偈颂后面都是有一种例赞，就定例句。然后还有呢，就是按照藏传佛教的一些这个传统的话呢，那么就是一边念这个16这个祈祷文，一边呢就是做这个大量的这个功德供化供水供这个做这个无功就是让那个世间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就是注释，就是让那个佛法呢就是永远就是兴盛，就是其实这样我们这个发愿意念的话呢，就是功德很大。你们可能也听说过吧？就是现在这个印度的很多高僧大德的话呢就是大概是半个月，大概是这个就1个月左右呢，就是大家都在那个什么
这个印度金刚座这个佛塔面前呢，就是每天的从早上到晚上就是念这个祈祷文，就是也有这样的。我们学院呢，就是以前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呢，就是也有很多就是很多次吧，就很多次呢就是共同这个念诵。当时法王这个去印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去那个印度南方，就是这个兰卓寺面，就是法王在那里讲课。当时我听说就是旁边有一个特别就是好的一个这个观察圆光的，就是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藏传佛教当中专门有一个圆光，就是那种这个圆光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算命一样的，就是特别准的。就是然后我有一次呢，就是大概是一个黄昏吧，就是然后我去那个找那个是一个老年人，就是然后我问那个法王住持方面，就是有没有什么需要念经的，就是他当时呢就是通过这个圆光的观察呢，就是说是一定要念个10万还是多少，就是我记得这个数量记得不是很清楚的，要念这个16阿罗汉这个尼公文。然后后来就是到了尼泊尔的时候呢，我就请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藏文，就是小撇的那个。然后呢，就是回到这个学院以后呢，就是学院就好像就很长的时间当中呢，为了这个法王如意宝就是长久住持也念了和念了这个经呢，就是所以我们平时呢就是可能在汉地以前好像没有听说过，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这里很多人呢就是口头上就是经常说对自己的这个上下，你老人家强求就是强权法论，就是你这个光是口头上说强求就是的话，那就是不一定让强求就是，不如呢就是念这个什么这样的这个祈祷文的话，那就是应该说是依靠这些阿罗汉的这个无边的这种神通和价值和还有他们的这个发愿和一些地势语啊，就是让这个对释放的真正的这个持教大德呢，就是他有能力，就是他的这个寿命呢，是这个延长。如果你像是在各个地方，就是这个佛教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让他这个弘扬的话呢，那么经常通过发愿，就是通过这些圣者的这种为你来，就是边缘的地方，就是这个佛法不兴盛的地方呢，也是可以。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事情的话呢，并不是光是心里面就是想，并不是光是口头上说，一定要有一种这个方便方法。我们实践当中也是做一个企业和做一个任何的这个项目呢，就是它光是心里想也不行的，有时候是行动。要这种行动的话呢，就是需要一种这个三巧方便。这个三巧方便，如果你不会做的话呢，恐怕也不一定让这个执行就让执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讲的这个是刘尊者这个阿罗汉的这样的这个尼公文就是尼公文。